成大事了，一定要照顾心心相合的，像青青这样一个有才有貌有手艺的姑娘，要找一个与她相配的人啊，真是难哟。妈，我来帮她找一个哟。两面高大的马，送在城里上，城里上，哎，他们三个马从这里来了。心
回去吧。
写下三年岁修，茶水相遇，谁不归路？你们唐人家恐怕还没有吃过相见的初早吧？对呀。妈妈突然来好，外家公子为你好，他是真实的鬼来将军。妈妈不要被意，铭记在心。哎呀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青青啊，哎，马玉山登陆来，我陪他们过去啊。啊，妈妈，你真是个热心人啊！妈妈，你真好福气，想必是子孙满堂。看人是哪里话嘞？老身不浅，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像她这样人品，妈妈好福气。想必你找了一个从容啊。
说起来呀，真也要怪我的老头儿，把他从小教养惯了，至今还没有配。我咋去没关系做来，替您做一个家事。哎呀，可是你也要是小娃啊，不是小娃，是真的。你看，爱新就有一位。我家公子只因一心想继承祖业，远远得志，以免张进无逆，却从未考虑终身大事。至今24岁，还尚未娶妻呢。我家老将军啊，总为此事担忧，但不知你妈妈可快得中他做女婿？这个亲娘啊，亲他仓促之间，一从结不门的仙子有必要，再看他黑毛穿上心机，从不知今有其话一语表，只为今。将妹，但家父母从不起家门，提高的一切都依着我的心愿啊！哎呦，这都真难得呀！妈，你一从了。不，我还要问问我的女人，问你请让，请让啊！前锋都是家，人之下，他的是暖儿烈子在年少。他的家人啊，你的长茶不知他，岂能够轻率从事？先打。
一旁，悬崖四彩不曾见，此乃必在家人缘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你可要如心的想。哇哈，哇哈。令他进宫求死。蠢材！啥是想他也定了身位，不过是缺一风尘罢了。哎，这恰比落光分开。哎，你有一番落去哎，姑娘家们无非是赞美他几句，是花是牛，花。在妈妈眼上，姑娘为了表明心境，这心境嘛，岂可违变？多人不是这阵话哈，稀稀弄错，被他取下。公汉，我想得了。家园内结不如意缘，姑娘巧妙将进花。妈妈，我学中这个不好，哪有他自有一日夜，再就好结百年，与姑娘同心长岁，不对你天长山久情风。听话了，难得他不传道理也是言，
只有做错有这一次，就在与姑娘暂住庭前自焚吧。好，请公子当开古啊，内有一幅画家，选作为定亲之物吧。哦，哎呀！我来这内功巧匠，见画本是此想想。请他的是一个画家，是他生前及女儿画下的呀。是小生办理。好啦，亲啊！我做金为谁？我把梦芙蓉起归江龙金玉，青黑红。
须当我不虑，你我几定山神阳到世界去，银汉万岁。言之有理。青青，这样说来，你我的婚期早晚要等上1月半月。只要你早去早回，早禀父母，你我是完全的早日相聚。哎呀，这是我有一些怕。怕什么？像青青流氓花勇，远近闻名，啥子领导一个官高势大的来？既相许，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旨意。这我就不信了。难道是当今皇帝要你？哎，你也过相抗不成吗？皇帝，虽是天堂我别来相见，便是心情不作为。毕竟你温婉人家中原事，请示我亲亲也拿千金且再回。金家全是一回，快待我为我四方的呀芦苇。哎呀，青青呀，莫谁吹水在回，只为我儿子心真怕生。有点怕。哦，你怕什么？只怕万岁真的召我为妃。哎，你为一件事把我送进宫去，完全的为什么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你也能生见识听？难道连我的话你都信不过吗？哎呀呀，可知道君无戏也？我是说君子无戏也。啊，苍天在上，土在下，我万岁上边的刘青青，定将我天子青青啊！大公子啊，天色不早，我先陪你们到八三公公家去歇歇吧。哦，多谢舅妈了。哎好啦好啦，哎，大公子拿去请吧。
娘先生，
公公啊，外请公公为父皇上，凡身是一个有道明君，只要公公好言准告，也许万岁能改变旨意。嘿，哦，公公啊，你要是一再相强，闹出人命来，恐大家担当不起的。这话说得对呀，实话作为，万岁将在再也在留亲戚身上，要是闹出人命来，那是只怕万岁反要将在于我这。也罢，就以娘娘之意为公不知。谢公公。这是还请娘娘三思，靠得努力后自在来，可不能再这一盘茶。
成巧呀。此俩的缘木不结人心的，今日的现在呀，
先要打听将军府的住了哪里，我去问一个信，也好早点走路。娘，我去。不要，我来。这里有一副画家，怎么他和你一模一样啊？新房兵器吕青青，自己下了上现在上营千金不还魂，常一在不是连锁。你开点算，你公来比。白毛军成了无恙，这里都是迎风门，轻轻啊，轻轻了草地，在场对我在女儿是为因，你护不恼领天下，恰对我无名无官多情，可知我心情不是金丝家，女人从来有人情，生生不是想人话，女人才扎身决定。你要是死了他，这不是要出卖王法了吗？娘，要是让他去别告示，我们就出不难赢。好在已经到了京郊，我们只要找到了外公子啊，一切就可以小在明了啊！好，现在我们他走吧啊！娘，你看这上面的图钉，好像是按照我这白狼的图像手画。哦，是呀，小白狼的图像，上面是藏在身边，是为了进宫去。哎呀，白狼他会不会有什么杀一张脸的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青青啊，先不要想这么多，倒是当听万家要紧啊！大街小巷，千家万户听着，万岁御赐，孝育天下，幸福并比两千千。大街小巷，千家万户听着，万岁御赐，孝育天下，幸福并比六千千。大街小巷，千家万户听着，万岁御赐，孝育天下，幸福并比六千千。儿子，小娘子，过来过来，两位做什么？奉万岁之命，上课上课。上课？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才我体统。哦，张将军，公门之中，首当奉公，谁发财？
你们在此作甚？奉将军之命，行放兵匪刘青青。你还没有这个福气呢？岂有此理！原来是上衣将军，你到此做甚啊？奉了魏副将军之命，前来迎接小姐。接小姐？是啊，小姐有家乡来见头亲，就在此临村之夜，明日一早我叫马为出。好，张小姐辛苦了，夫人告辞，告辞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两位老爷，我的媳妇虽犯上文之罪，可是被他进贼昏迷的呀。昏迷的？是啊。哎呀，老爷呀，他身患重病，可不能再入进去。快去！上当访问，只要你们行访刘娘娘，随用你们一些狼藉民妇。我们是奉旨执法的。你不见他是个有病之身，又是一个有妇之夫。哎，一个什么病的，我们都别出去看看。是。多谢小将了，多谢你呀，我们快去。哎，看你们是此模样，似乎经得成去。这个不妨啊！哦，小将军。老身有一日冒昧疼惜，曾一顾心难离，为母将军，本的是心难离，为母将军，他问的。王君此我真诚的在将军处，妈妈你听我本无尽，我与他一相亲近来如亲。想不到小弟已来临，妈妈呀，我是奉命来迎接。巧女那凡夫尊人来迎亲，若你不是相称死长。不滋味，哎，夜难寝，疲须醒。所以他与独饮花香真相像，给地貌终身出润自闭。小家与我送情放心，保你平安为亲人。多谢亲，前面就此一场，请小姐妈妈在我来。
妻一路辛苦，被赐以恭候都死了，请小妻天堂长寿。哎呀，红茶。请问小妻因何杀亲助你？因为他路上娶了夫人，因此身体不爽啊。请小弟上方讲下。此次小妻在我来。好。李大爷，你快快准备，娘娘找到了。什么？娘娘？哦，各位娘娘找到了，华臣之正听其中，等此上望将谢。啊，这倒要恭喜你。哪里？哎，这人等一来未必。那我去见娘娘去了啊。这是只能委屈小姐自开吧。哎呀，是为小姐开吧将谢。请小姐多多包涵，多多照顾。哎，你又说不是刘青青，你就也是刘青青，喏，这看了各位臣子，你就是刘青青娘娘。为了你娘娘，万岁费了多少心机？为了你娘娘，我们都抱断了腿呀！是啊，我说娘娘，你可怜我们，痛快的承认了算了。哎呀，升堂是人，升堂是人。啊，娘娘，咱引导富贵帝王家，神见谁天堂，人家叛徒叛不进你。我用升堂。娘娘的火气停歇下来了，趁早我去禀告魏武将军，你在这里好好守着他。哎，那快去，快来呀！是。青菜不去，快不上班，也好让娘娘早点关心。
得胜。是儿娘娘。不用退下。是。
你听清自问了，怎么你都放心？哦，莫非你不是刘青青？你真的不是刘青青？你真的不是刘青青？哎呀，你不是江东怪头啊！娘娘千岁，有贵子。
为吾一向登天的，这乃是百岁造的是刘青青。他这他你一律看到是有爱与亲情一般容颜两两离别，真见得女儿生来命运
来了。啊，将军，他可是万岁爷亲自挑选的，又美又品的杰出贵宾，倘若接待不准，可不得了哦。是，对着世道尽心一流，接待娘娘。啊，钦差大人啊，你正拿万岁的功，你身上清晰贵妃的事，你也一清二楚。哎，想当初在紫禁城，还是我做的美女。大人还是美哦，那倒是怎样定亲的？什么为嫔，何为正是怎样？这个老人对皇帝的言事为何是此关兴趣啊？事故到臣不拟就，你我各是言事旁。我已禀明万岁，稍待龙颜梦雨就来接驾。娘娘今在何处？待本钦差西迎他里春来。启禀大人，娘娘身有供养，被这一轻易争执，她于是不用抚养，只有请娘继承，被这征召一族，为把娘娘将下去了。此才不惊动娘娘，是今娘娘蒙提起恶，快来万岁禀明万岁，请女医写来，一路上也好有功照应，告辞。我西江，黑灯我七上八下，心痒痒。我就不能数十两计，这次你还是相去要去。老爷，小弟为父。你是什么？老爷，不是你命我到医院去迎接小姐的吗？此刻小姐已知道。怎么有两小姐？请他进来。是。是来当我，此地才与
女儿名为青青，你就是我那姓周的华族谁？公子离我难同乡，亲亲我迎亲只怕公子亡，谁知后从兵的情，将身子召我为别亲公家，亲亲我不为公子伤身了，为君命背井离乡恩负上，一女公子心间高大，大我莫怪亲亲太放。是这个死嘞！为女不转头，自凭生美，嘿，这边说个心相通，强扭来之子两人去四方，小亲亲我水中老于心太老，不为世事开此方，他不信荣华富贵风水了，心的永远体上。听你这样一声，老夫身为鸡匪，可称得上忠贞不渝，说得可讲呀！老婆不讲，哎呀儿啊，现在可以改口了，快上前拜见公公啊！不能办，不能办！实不相瞒，你们要找的公子，并非老夫郎啊！娘，请问你可是姓王？你是姓王，那位可是威武将军？时称威武将军。威武的很有威武。不，今天为你的威武将军。哎呀，这就不得了！我们找错了，娘。只怕你们再要找，也找不到了。你此话怎讲？京都之中，从来没有过姓王的威武将军啊！再怎么办呀？再怎么办？娘，你不要自己，你不要自己讲。哦，身外尚且有我，威武尚且有别。娘，为不为外公子的父亲，真手之词也有出上。对，很有可能。好，这要于民于信，我们定能找到。娘，我们这我们告辞了。我娘这样接着，令人说说奇迹。如今你们举目无亲，这时由于王法造条，此次遂长，可来而不宜出去呀。这里将军府到朝外拖一趟，不妨自下。我替你们设法在当庭。多谢公。我
不是早非风声曾经啊！刚才有一女子，容貌有你疾风下呀，谁被送来要西秦宫去呀？是呀，我们在驿站已经听到了你。为此，你们必须有声格谏，切不可以追虑风声啊！俺都凭我是当真之事。刚才你被谁的家家辅导小姐引进府来，幸好我刚接到家乡来信，是小女评为才不来府，你不如顶他之名，而你面无相随。哦，这是要委屈老妈妈，全当婆婆。这个不放不放啊！哎呀，快上去拜见你啊！拜见你我。这玉座与我铁为收藏，也好凭此行放终结啊！哦，哎呀儿啊，我们遇到好人了啊！儿啊，他在为我儿哟西台西台，是娘，多谢。这种东京一征途，中草多居，同情中。这
护送刘娘娘进宫。啊，恩妃来了，打开酒中门，迎接娘娘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打开酒中门，刘娘娘进宫。
家是东当上街来相逢，真心上我的家心心。王家好，这真是秋意逢人家欢笑，为求真情才家上清凉间把气下。我接亲你老亲戚，万须结把牛皮发。来呀！将军万事请进见。这子。
你比过去更加美了。为吾将军到。你对爱妃心心所有，真是有这套之恩啊！虽无讲了，这是万寿我娘娘应的，臣不知道。其实可讲，真要当着爱妃之面，册封你为不当，永享王禄。岂此？万岁！今日与娘娘就重逢，乃是喜上加喜呀！真媳妇忘记了，这有爱妃成亲美日，也少不了此君的一份功劳啊！是啊，万岁，你也该对此情重上加封才是。这是封他什么女封？哦，封你为朕的乖儿子，相配之中被网络，谢此隆恩，谢隆恩并万岁，许丞相与王守等元帅联名上封。是。王氏君老爷真意，今些并非不尽心，不为云儿在一块用，岂在用言系统生命。本归光彩照亮晚上学会雷公，我追他去。谁在胆怯？并万岁，是陈阳宫李娘娘有待表里。竟是哀怨之情，分明带着怨恨之心。来呀！是。总之，陈阳宫李妃特下封归封啊，当出来，动令旨。这是个铁龟。
上下公平于比，清澈小姐在此讲义。是。有客人求见。何方来客？这算是宫里来的。是我有请。是。原来是朱大人啊！万岁驾到，明日月明，王去死谁？星期才比我出过，请逍遥金华。有人打你出来，只为了你去这万里所及，才比我出过，请逍遥金华。万岁，小女容貌翠绿，难以思家呀。请我想一讲位，请就来进章上。万岁，姑讲了，小女她，
他有病啊！这恰不妨公众举义能描水完成之笔，你举一起来。他的病医不好啊！那他的是疯的之病啊！万岁是谁？神就聪明，人家将海草机关难以突破，这是小女疯的，难以施加，放弃死谁？今有此事，此笔为公子。万山雨，有轻轻早已结不万事情，眼见子女90岁，风雨尽家中是谁？你休有胡闹，他是东晋万岁爷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东晋天子万岁爷。你到底是在哪里呀？怎么到今天才碰到你呀？哎呀，刘妈妈，你没有事啊？我母女是几次死里逃生的了，死命一离开我家，公兵就来逼亲，逼得我母女离开了城中。朝廷又贴出了毒印，到处怕警察捉拿我的亲戚。不知道我们前世做的什么冤啊！谁也不回我，竟要是只害我们，逼得我们东逃西躲，到此又找不到你的人影，真差一点把我们逼死气死绝死。哎呀，青青啊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我们找到了万公子，一切就办法了啊！怎么了，青青？万岁就是万岁的国民，他就是东京的万岁。结公他们一母一，分家亲戚一样，家门一样同人。早来到千世苦啊，上天人，从今人。
谁？什么项目？先进宫内，原是臣女外出处。王是他，因小女貌似刘娘娘，被公差处理。臣只想万岁是你刘娘娘心切，空上龙体，因将处就处，将小女先进宫内，也曾一批忠心。你小女处处自家情形啊！家情情，却在处处是不为真英情，到底自家才不行，花人身上是他配，而且才妻子欢喜，永不空来爱妃，好一个忠臣，好一个圣君，好一个贤美有功，好一个王恩浩堂。那乃万事情，你这个欺骗寡人，刘娘娘记恨你教诲，我不惊吓寡人。哎呀，万岁死人，万岁死人，万岁死人呀！这个欺骗寡人，亵渎爱妃，是对我爱妃永不相亲。你赔不上，来！押了下去，年成不得。万岁是谁呀？万岁是谁？是谁？娘娘听啊！下娘娘听啊！内官作为妈妈而愿，谢谢。
亲亲里，往日从你最风。天王月地来相抢，不逢吉郎夫，稍微只相望，苦乐与共，生死祸福，街头响，谁知
忘了这每天事情快到。其实在天头谁望头，现在要叫子女们太成娘，万事为公卿，对方年龄难相强。我不知当作教育花叶婆，去问得怜悯从因于世上。我不暖万岁神如烟悲草，去满座交谁迎接公文上。生来自万事人对，放弃用力，也在人心内来抗来哟。日人万事笑天下，咱的贵妃刘娘娘，过去动作青山人，换了居民同分晓。万岁，你我非是团道理，也是也。青青，哪有青青？你今晚我也自己暗自埋伏。来呀，我当他们我，你们不能退呀！你们不能退呀！你们不能退呀！启禀万岁，大事不好！万国大他切公刘小的儿死。禀万岁，刘娘娘请十万岁在此，得来是将。他也过来关着我。好，是他美酒一杯，他母亲宣葬去吧。是。亲亲，我的娘呐！启禀万岁，刘娘娘七世前途。
今早妈妈了。哦，好，那就请进来吧。娘，哎，你怎么把他们留在这里，多不方便啊？出门之人礼多劳累，在我前立下歇息一位，这哪有不应方便之理咯？你呀，有马在此，你怕什么挂念立下丢？来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哦，妈妈你也清楚。好。啊，妈妈，先想三年虽休，茶虽相遇，谁不归路？你们堂人家恐怕还没有吃过相见的初早吧？对呀，妈妈主人爱好，外家公子美丽好，他是真实的鬼玩家，晓得呀，有巧他。就请妈妈想的，这哪有虚名之理？哎呀，万万不可！转说太子，转说太子嘛，我家又不是开茶馆饭店，谁懂你的银两？哦，是啊，这公君不是聪明万岁！万岁！我家公子心安命随，是万事成真的万岁呀！公子是约不着了，别去投诉了啊！哎呀，这是这皇城野地，哪里来的客的？哎呀，这就苦了哦！出门之人倒也可怜呀，娘，东西把谁公
我放弃了你。哎，看在没办法了，我们东区有两老夫妻，他们家早有房子空着，我就陪你们过去吃一呀吧啊！妈妈姑娘美意，铭记在心。哎呀，严重啦，严重啦！青青啊，哎，马玉山登陆来，我陪他们过去啊！啊，妈妈，你真是个热心人啊！妈妈，你真好福气，想必是子孙满堂啊！看人是哪里话嘞？老身不浅，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像她这样人品，妈妈好福气。想必你找了一个从容啊！说起来呀，真也要忘我的老头儿，把他从小教养惯了，至今还没有陪。我咋去没关系做来替您做一个家事。哎呀，可是你也要是笑啊，不是笑啊，是真的。你看，爱心就有一位。我家公子只因一心想继承祖业，远远得志，一年将近5年，却从未考虑终身儿女。至今24岁，还尚未娶妻。我家老将军啊，总为此事担忧，但不知你妈妈可看得中他做女婿？这个亲娘啊，他仓促之间，一从结不门的仙子有必要，还可他黑猫看见他心机从不知今有其话一语表，只为听。哎呀，一路巧为红心思难预料。妈妈，你，哎呀，客人啊，我们是称呼人家，怎能与官家公子相比？哎呀，妈妈，我家虽说将门，但家父母从不起家门提高低，一切都依着我的心愿啊！哎呦，这都真难得呀！妈妈，你依从了。不，我还要问问我的女人，问你女请人让，请让啊！前锋都是家，人之下，他的是暖儿烈子在年少。他赢了，一人长茶不知他，岂能够轻率从事？这样说来，姑娘
呀有两张孩子，我养虽然一般大小，却不与不同。公子乾坤这一场，道理正言，五彩缤纷。这款这一场，两副古人不认完，不知你喜欢哪一张？为什么要喜欢他？还要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王三虎与你情结先上缘，今日我们因此须算账。一旁悬崖四彩不曾见，此乃必然家人缘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你可要用心的想。哇哈，哇哈。命他进宫求死。蠢材！啥是想他也定了身位，不过是缺一风尘罢了。哎，这恰比落光分开，哎，必有一番乐趣也。哎，姑娘家们无非是赞美他几句，是花是牛，花。哎，是在妈妈眼上，姑娘为了表明心迹，这心迹嘛，岂可违变？多人不是这阵话哈，稀稀落错被他取下。公汉，哦，我想得。家园内结不如意姑娘巧妙将进花。妈妈，我学中这个不好，哪有他自有。桃李一日夜，再就好结8年，与共。
同心长岁，保对你千丈山就清风。亲亲，你不听话了？难得他不传道理也是言，自己把世界大年年，难得他不是风云成光，了呀那亮红芒光的三年，难得他最好品最好，我希望只因在今天。好，哪个娘，这是我的姑娘，我是你，我叫姑娘。啊，妈妈，这礼路之中必有他们谁在，只有做错有这一字，就请与姑娘暂住庭前自焚吧。好，请公子当开苦啊！内有一幅画家，选作为定亲之物吧。哦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来这内功巧匠，见画本是此想想。亲他的是一个画家，是他生前及女儿画下的呀。哦，这是小生办理。好啦好啦，亲啊！我要做金贵婿，我把梦芙蓉起贵，只
青青，这样说来，你我的婚期早晚要等上1月半月。这样你早去早回，早禀父母，应该是传这里早日相去。我要这是我有一些怕。那都怕什么？像青青流氓花勇，远近闻名，啥子领导一个官高势大的来。即相许，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旨意。这我就不信了。难道是当今皇帝要你？哎，你也该想看不
成嘛？皇帝，虽是天堂我别来相见，便是心情不作为。毕竟你温婉人家中原事，请示我亲亲一诺千金，且再会。金家全是一回，快待我为我四方的呀芦苇。哎呀，亲亲呀，莫谁猜心在回，只为我爱子心真怕生。我叫吕安把玩，望君早去早归来。此心机女满郎我从今日永不得失中藏。男的亲亲一片真心。哎，我倒真的有点怕，哦，你怕什么？只怕万岁真的召我为妃，哎，你为一件事把我送进宫去，完全的别为什么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你也能圣见是听？难道连我的话你都信不过吗？哎呀呀，可知道君无戏也？我是说君子无戏也。啊，苍天在上，处在下，我万岁上边的刘青青，定将我天子青青啊！大公子啊，天色不早，我先陪你们到八三公公家去歇歇吧。哦，多谢有妈了呀！哎好啦好啦，哎，大公子拿去请吧。
亲姑娘，亲姑娘，奴婢叩见刘娘娘。必请一言为礼，此情才容即止。下回听旨。朕的皇上诏曰：谢刘卿卿特封为帝，私下奉一封号，接着进京特封。后人当年我追造良师啊，我女儿已经佩服了，听万岁奏亲王，自不正道，我非错，自从将哎，就不是言公不讲，哪有不可传真？堂堂，只不可为你生的母亲亲娘娘穿戴衣冠，论衣裳。我愿尽地光，天朝我有福之母进封疆，出山招考上天亮。谢谢你倾国丽人，冠军王从今后，可是天人夫妇两。我不立志难发我恩相，神佛有志难相强。清风风为君奉命我严家，奴婢奉自己娘娘，等你手手而去不去往。哎呀，要送娘娘上红衣。真无法意，真无娘先生，只要故宫好言尊告，也许万岁能改变主意。嘿，哦，公公啊，你要是一再相强，闹出人命来，恐大家担当不起的。这话说的对呀，实话照为，万岁将在也在刘青青身上。要是闹出人命来，那是只怕万岁反要将在于我这。无意。
一定要照顾心性相合定，像青青这样一个有才有貌有手艺的姑娘，要找一个与她相配的人啊，真是难哟。妈，我来帮她找一个哟。两面高大的马，送在城里上，城里上，哎，他们写的嘛，从这里来了。我
红丝女伴也。喂，你们快，花呀，他把我脸上来了。老没呀，没有。那我面前怎么有一只小黄蜂？